薯片妙問妙答，反串葉劉的品客。俾人問咗19幾廿萬次是咪選特首，薯片叔叔到今時今日都只係繼續喺側邊錫薯片。記者問唔到咩喎，咁就要靠一班大學生啦。星期五呢日，佢出席中大聯合書院60週年院慶講座，有備而嚟噃，問第 N 次啦，你係咪選特首啫？如果我係對香港有貢獻嘅話呢，我係絕對會考慮任何嘅事情㗎。之但係葉劉公開葡萄你喎。至於John 呢，就講真，佢做10年財政司，我覺得佢冇乜真係做嘢，我覺得佢有啲 hea 做咁。當我做海關關長嗰時呢，葉太呢係我老闆嚟嘅，佢當時都俾個幾好嘅評價俾我嘅。司長呢個位都重要嘅，如果真係可以起到10年嘅呢，都幾有天才。OK， 咁我哋多謝司長嚇。咁講下你老細啊。咁所以我同整個政府呢，我亦都希望我管治團隊裏邊每一個同事都能夠責無旁貸、心無二用咁樣喺政府裏邊呢係為社會做事。你會唔會覺得係有人俾緊説話你去聽呢，司長？其實我講緊嗰3個同事係我個 office 嗰3個同事嚟嘅。長遠一啲呢，係點樣可以處理喺社會，點樣處理民生上邊，點樣可以改善大家嗰個生活。咁所以社會上邊呢，一定要保持一個團結呢，我哋先至可以解決得到呢個問題。胡官宣布咗參選啦，咁幾時到你呢？我唔知其他人等乜嘢嚇，直情係冇邏輯嘅，等係不合邏輯。我唔知佢哋諗乜嘢，我都唔講得太多啦。如果你真係想參選，你會認為邊一個時機係最適合宣佈嘅呢？呢天機嚟嘅咩？有線引述消息話，佢已經婉拒出年1月之後繼續以財政司司長身份出席活動。如果係真參選的話，薯片同胡官嘅票源有可能重疊。胡官話：如果計票情況嚴重，可能會採取一啲行動，唔好令 CY 漁人得利啊！目標咁明確啊，人哋似乎起晒槓啊！長特寫 blog 搬埋美國總統杜魯門句名言出嚟，話做決定梗會引起啲爭議同得罪人。好多人為咗做好人就會係咁卸膊，好似處理港獨同立會宣誓爭議等等都會得罪人，但話做特首冇得迴避，暗示有人做好人好意，做醜人要有擔當同勇氣喎。